買樓星圖置業有着數，大家好，我係阿乜。咁啊，大件急抵食嘅產品咧，指嘅係乜嘢？我諗應該係今一期我哋所介紹嘅呢一個蝶穗嘅產品。咁啊，蝶穗嘅產品咧，相對於亦都係蝶穗其中嘅一個系列，只不過佢哋嘅一個組成咧，就會分為上下蝶，甚至乎係上中下蝶啊。所以佢呢一種蝶穗嘅話咧，佢就唔係屬於一個獨立屋嘅。咁啊，獨立屋大家都知道，可能個面積會偏大些少，同埋咧佢嘅銀碼係會更高一啲。咁啊，依家咧今一期嚟同大家介紹嘅就係終生神灣新時代荔灣北岸，你用2球嘅價錢，你可以買到呢度嘅250平方米嘅下蝶，同時之間嘅話咧，會送翻一個超100平方米嘅花園俾到你嘅。咁啊，我哋依家嚟到嘅位置咧，就係嚟到咗佢嘅一個實體樓嘅位置，帶大家嚟開箱翻我哋嘅一個實體樓嘅下蝶250平方米，同時咧送超100平方米嘅一個花園。咁啊，行翻入嚟，下蝶嘅優勢喺邊度咧？下蝶嘅優勢就在乎行入嚟嘅話咧，佢唔使行樓梯上去翻我哋上邊上蝶嗰個單位，所以就比較方便，有翻我哋老人家過嚟呢度退休度假居住嘅一個地方。咁我哋首先行翻入嚟啦，呢一個咧就係250平方米嘅一個下蝶嘅產品啦。入到嚟呢度係會有個玄關位嘅位置，嗱咁啊方便後期大家喺呢度放翻我哋嘅收納櫃啦，甚至乎喺呢度做翻我哋嘅鞋櫃都冇問題嘅。OK， 咁我哋轉個身，呢度就嚟到第一間房。咁啊，而呢一間房嘅朝向呢一度咧，係朝翻我哋嘅南向嚟，唔係北向嚟嘅嚇。呢度係朝北嘅，因為我哋嘅主露台先係朝翻我哋嘅南向。咁啊，呢一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廚房位啦。咁啊，廚房出邊咧亦都係帶咗一個比較細嘅一個露台，方便翻我哋可能後期會將呢個廚房出邊嘅露台打通去做翻一個大嘅廚房之餘，可能亦都會利用起身去做翻我哋生活露台，例如話係晾衫嘅一個位置啦。咁啊，呢一個空間咧，因為蝶穗嘅一個產品咧係會比較好嘅，就係呢一個位置係可以 book 嘅嚇，可以打嘅。你唔打咧，造成我哋嘅儲物間都係冇問題。而呢一度咧就係可以做翻我哋嘅衞生間。咁啊，佢嘅一個餐廳咧就係屬於翻我哋嘅中空餐廳嚟嘅。咁啊，中空廳咧佢上邊佢呢一個喺原始嘅結構上邊就係預留咗中空嘅位置。咁啊，睇大家有冇需要。如果你話想實用一啲嘅，2樓呢個位置係可以做多一個偏廳嚇，就上邊更多一層出嚟。咁啊，如果唔間嘅話咧，其實6米嘅一個感覺咧係會比較好嘅。咁啊，撳咗之後呢度嘅樓底亦都係有3米嘅嚇。咁啊，相對嚟講咧，亦都係中規中矩。咁啊，整體上客廳嘅一個開間咧，亦都係高達咗有5米嘅，接近於6米嘅一個開間，所以整體上咧，你喺呢度除咗做翻我哋嘅吊頂啦，做翻我哋嘅客廳啦，喺呢度放翻甚至乎紅木嘅家私喺整個空間上邊咧，亦都係綽綽有餘嘅。咁啊，嚟到呢度就係正式朝翻我哋嘅南向。咁啊，佢出邊咧係帶咗一個露台，同時啦，亦都係送咗一個超100平方米嘅花園嚟嘅嚇。咁啊，到期時佢嘅花園係點樣咧？呢度你可以喺呢度撳開一個門嚇，咁啊行翻出嚟就係呢個花園啦。嗱，呢一個空間係足足未夠呢一個100方嘅，側邊位加埋後邊先係達到超100平方米嘅一個面積。咁啊，首先你同大家講點解今一期介紹嘅呢套燈去爽咧？因為呢度首先就係燈邊位嘅位置，而且咧我哋朝南向呢一個方位就係東向，就係我哋嘅東南朝向嘅一個燈位，所以咧佢嘅朝向係會比較靚仔。之餘燈邊位嗱，大家可以見得到，如果你話好似翻隔離嗱，隔離呢啲燈位佢嘅花園嘅面積係幾大咧？就係從於呢一個落直嘅地方開始計。門口呢度就係你嘅花園，所以你會見得到隔離，包括隔離再隔離嘅燈位，佢嘅花園係十分之細嘅，得係門口呢幾十個方嘅一個花園嘅面積，而且對面咧正正就係我哋呢一個會所嘅一個空間一個位置，所以我覺得呢套燈邊位，佢至少呢度唔會望住翻其他一個樓宇啦，甚至乎佢呢度嘅花園會更加之大因為咧嗱，我哋嘅一個港澳台同胞啦，港澳台嘅街坊啦。上到嚟北上節嘅情況之下咧，冷嘅亦都會有咁大嘅一個空間，可以平時休閒去玩嘅一個地方啦，係嘛？咁啊呢啲地方啱晒㗎啦！你平時喺呢度種花種草
甚至乎你種一啲龍眼樹都係冇問題嘅，因為整個空間咧係會比較闊嘅。呢個位置全部係送翻俾你，咁可能會擔心大陸呢一邊嘅一個安保系統大家唔使擔心嘅，你有交埋費，因為到處全部都係傾頭，人哋可能先係可以入得到你呢個小區嘅。而且別墅區咧喺新時代荔灣北岸咧，佢呢度亦都係獨立分開嘅管理嘅獨立嘅一個別墅區嚟嘅。到期時佢呢個臨工嘅話咧，你都可以拆開咗佢然之後自己去砌牆，砌到你想砌幾高都得啊，你砌到差唔多係有2米高，甚至乎係1米半，差唔多都 OK 嘅喺呢個位置你可以自己去打造翻，冇問題嘅後邊仲會有一處空間，平時喺呢度放翻幾張茶几啦，飲下咖啡，然之後睇下我哋自己種嘅一個花花草草整體上個空間咧係十分之足夠嘅。呢一套單位咧就係我哋頭先門口就喺呢個位置行翻上嚟嘅，所以咧佢基本上可以滿足到你對別墅嘅一個需求佢呢一度咧有花園啦，甚至乎佢下邊仲會有翻我哋嘅地牢，就係我哋嘅地下室，所以佢整體上你喺呢個空間你先招呼翻10個8個嘅朋友親戚朋友過嚟，有地方可以玩，有地方可以住，都唔成問題嘅。我哋而家再行翻入去，帶大家嚟睇翻我哋地下室嘅一個空間。落嚟到地下室嘅位置，地下室佢呢度佢呢個空間咧係一個天井嘅位置，只不過佢呢一處嘅話咧，你就需要自己去打開咗佢如果唔係嘅話，呢度咧就呈現翻一個天井位。包括呢一度咧就係我哋一啲儲位啦，你唔使行入嚟，係啦呢一啲咧就打唔到嘅。但係佢呢一處空間係完完全全足夠於我哋去做翻一個 KTV， 甚至乎做翻一個麻雀室、棋牌室嘅一個空間因為唔係香港嘅別墅買唔起，只不過係中山呢度嘅別墅更具有性價比。因為點解呢？嚟到北上至可能想換翻一個環境啦，換大間嘅一個屋啦我喺呢一度平時過嚟呢度度下假，旅遊下，有個地方可以落腳，同時之間嘅話呢我又可以招呼啲朋友我呢度開 party 都係冇問題嘅呢一個咧就係別墅嘅一個好處㗎啦。呢條樓梯咧就係上去到1樓嘅。下邊呢度咧亦都係有處樓梯位嘅空間，大家可以封住佢，或者係將我哋一啲行李箱咧全部係塞喺入邊都冇問題嘅，多處空間多處利用。睇完咗我哋1樓，睇完咗我哋嘅地牢，帶大家去睇翻我哋2樓休息區嘅位置。OK， 嚟到2樓嘅呢一個空間啦，佢入邊亦都係做到翻我哋套房嘅一個設計。包括上到嚟呢個空間啦，其實呢個位置，如果你中意翻6米挑高嘅一個餐廳啦，建議大家後期裝修嘅時候咧，可能需要買一束吊燈咁樣射翻落嚟，去顯示翻你整個屋苑嘅一個豪華氣息。但係如果你想實用一啲嘅，呢個位置你鋪平出去做翻一個夾層所以喺呢個位置咧，仲可以多一處會客廳嘅空間，會更加之實用嘅。呢度咧就係衛生間，衛生間都俾大家睇下。衛生間喺呢個位置咧係足夠於放一個浴缸因為入邊咧仲會有個空間，所以佢整體上嘅話咧，佢每一處空間係做得非常之充足250平方米嘅一個實用面積啦，計翻落嚟，除咗公攤就係220平方米，加埋花園嘅浸數面積咧係超過於3000尺嘅一個單位㗎啦。呢一個單位咧就係一個套間，佢後邊咧仲會有翻我哋嘅洗手間。呢度咧係帶咗翻我哋嘅露台。帶咗翻我哋嘅露台，大家可以考慮後期將我哋嘅露台封起身，又或者係保留於原先嘅呢一個露台可以欣賞翻我哋樓下自己嘅一個花園嘅景觀啦，其實都係幾唔錯。而且單邊位嘅空間依家嘅天氣咧係相對嚟講比較陰沉嘅一個天氣，但係我哋可以見得到整體上嘅採光亦都係冇問題㗎。呢度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套間，套間相對嚟講咧係會長咗一啲嘅。我哋再行翻過嚟，喺樓梯嘅轉角位置啦，呢一度同時之間亦都可以再放翻我哋嘅茶几，我哋嘅一個餐台喺呢一個空間休息下坐下都冇問題。別墅嘅話咧，佢呢度2樓呢個位置係屬於2樓，1樓加埋我哋嘅地牢，總共咧係有3層嘅。喺我哋2樓嘅呢個空間啦，佢呢度係帶咗翻我哋一扇門，而行翻出去咧，隔離亦都係有個單位。上邊嘅話咧就係我哋上疊嘅一個產品。如果你2樓呢個位置
唔使保留翻我哋呢一個門咧，你就可以將呢個門拆咗佢，然之後砌翻我哋嘅水泥牆啊，你直接做成一埲牆過嚟。因為別墅咧全部都係需要自己去裝修翻嘅嚇。OK， 咁啊呢一度咧就另外一個房間啊，大家可以 feel 下，整體上嘅空間同埋採光係非常到位嘅。啊，咁啊呢度咧就另外一間房啦，亦都係帶咗我哋嘅露台。咁啊呢一間房喺樓下嘅空間嘅話，呢個位置就係做廚房嘅嚇。咁啊出邊咧就係帶咗翻我哋嘅一個3號露台。咁啊睇大家如何去改造翻。咁啊似翻呢一個單位咧，依家之後嘅總價咧220萬你就可以上到車，220萬。咁啊獨家回贈咧係5萬蚊嘅嚇，獨家回贈5萬。咁啊折後落嚟嘅話咧都係215萬。咁啊呢一個單位咧，新時代樓宇方案咧，我哋公司亦都係可以喺呢度擁有翻絕對嘅一個議價權威啊，咁啊可以幫大家再去額外爭取翻多啲 discount 俾到大家嘅啊，咁啊整體上無論喺呢度嘅公寓、住宅、別墅，我哋都係有成交，咁啊而且老細咧，最主要係呢個老細亦都係屬於翻一啲私人嘅老細，佢新時代樓宇北岸之前有一期咧係聯合咗時代呢一個開發商，就係我哋香港上市時代嘅一個公司去打造翻嘅。咁啊後邊咧嚟到我哋後邊嘅呢一期住宅，佢係同時代冇任何嘅關係嚇，就係屬於翻寶藝集團嘅呢一個私人嘅老細自己去起樓嘅。只不過佢整體上整個樓盤嘅名，因為之前係聯合翻時代一齊去打造，所以係叫做新時代樓宇北岸。咁啊當然呢一啲咧係屬於翻我哋全新一手嘅一個貨源嚟嘅嚇。只不過咧想同大家突出嘅一個點就係私人嘅老細，我哋議價嘅空間可能會多少少。咁啊之前呢啲單位賣緊幾多錢？250萬、260萬、280萬咁上下嘅嚇。咁啊依家咧就剩低係最後幾套做緊一個清貨嘅階段，咁啊等待有緣人嚟入手翻噶啦。啊咁啊如果話大家想了解咁多嘅一個灣區着數咧，可以添加我哋上峰嘅 QR code 同我哋取得一個聯繫。現時咧仲有7座嘅商務車專車去到香港接你過呢度實地睇樓，全程係免費。咁啊而且呢一度行翻去到小區嘅門口咧，就會有翻我哋連鎖超市1+1嘅超市。咁啊再行翻我哋嘅對面咧，就會有翻我哋神灣嘅街市，神灣最中心嘅一個市場嚟嘅嚇。喺呢一度步行過去，只不過都係2-3分鐘嘅一個步行時間，所以配套方面亦都係非常之齊全，又有呢一個用用巴士可以坐翻去我哋嘅深圳嘅口岸啦，甚至乎係可以直接翻去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嘅口岸啦，所以喺呢一區嘅居住嘅一個方便程度，亦都係會比較充足嘅啊，咁啊去方便翻我哋後期一啲退休嘅一個長者啦，喺呢度度下假啊，有個地方落下腳，咁啊同時咁大嘅一個屋苑啦，招呼啲親戚朋友啊，整個環節咧係非常之舒服嘅，你可以開 party 係嘛，你又可以平時得閒嘅 K 歌啊，或者你甚至乎下邊嘅自己買一部高爾夫練習機啊，喺下邊自己打高爾夫都冇問題嘅，咁啊整處空間可以俾到你無限嘅一個想像力，而且呢一啲都係有帶埋精裝修促成。咁啊精裝嘅話咧，你就要俾多120日至180日嘅一個施工時間，即係話4至6個月之內咧，佢亦都可以幫你裝修好。咁啊等陣阿麥咧，而家可以轉個鏡頭帶大家嚟睇翻佢嘅一個精裝嘅一個施工手藝，以及翻佢嘅單位又係點樣嘅。相對嚟講咧，佢嘅裝修就會偏簡單一啲，係啦。咁啊額外咧，你自己就要加錢上去。我哋轉個鏡頭再去開片。OK， 咁啊，如果大家想買啲帶埋精裝修可以收樓嘅一個疊墅下疊呢一個251方嘅一個單位咧，就參照翻係呢一種裝修嘅一個標準嚟嘅嚇。OK， 咁我哋行翻入嚟，咁啊首先呢一種咧係對於原結構上邊咧係冇任何嘅一個改動，咁啊相對嚟講咧，亦都係偏簡約嘅一個裝修。咁啊呢一種裝修大致上大家可以參考下，到其時我哋嘅星盤包括我哋抽油煙機、煤氣灶同埋消毒碗櫃呢一啲咧，亦都係直接會交付俾到你呢啲硬件嚟嘅嚇。咁啊原先嘅結構上邊咧係冇做到任何嘅一個改動，包括翻我哋嘅花園亦都係冇做到改動嘅嚇。咁啊花園咧就需要自己同設計師去溝通翻要大概點做啦。咁啊如果做得多嘅一個情況下啦，類似翻我哋頭先睇到咁大嘅一個花園咧，如果要去改造嘅情況之下咧，就會喺一個銀碼上邊咧去加多少少咁樣嘅。OK， 咁啊洗手間嗱，洗手間呢度咧就稍微有啲改動啦。佢之前個門喺呢度開啊嘛，
喺呢度開嘅，咁呢一個咧係屬於一個儲物間嘅空間。咁依家咧係直接將我嘅門開喺翻入戶玄關位嘅呢個位置，咁呢一度咧嗱，大家可以入嚟睇下先。佢呢一個位置其實係可以放浴缸嘅，因為足夠長。同時呢度亦都係帶咗翻我哋嘅窗戶，亦都係一個明窗嘅一個衛生間嚟嘅嚇。咁我哋行翻出嚟咧，佢原先嘅結構上邊就係留咗呢個6米挑高嘅餐廳，亦都係冇做改造嘅。呢一個咧，大家就大致上可以參考一下。整體上類似翻咁樣嘅一個裝修咧，按照呢一個單位就會喺總價上邊加多45萬俾到我哋嘅一個發展商。當然啦，你有45萬嘅呢一個預算，我建議大家可以自己揾裝修師傅，甚至乎咧，我哋亦都可以幫大家設置一套屬於你嘅一個裝修方案。因為呢一種方案咧，未必會啱翻屏幕前嘅我哋各位觀眾朋友，因為始終大陸嘅一個設計手法一定係同我哋香港、澳門甚至乎係台灣嘅一個設計手法係唔同嘅。其實你有呢一個暗碼嘅，你可以自己過嚟 design 翻你整個屋苑嘅一個設計，我覺得係會比較好啊嚇。行翻出嚟嗱。花園大細咧，其實同整個屋苑嘅總價都係有關係。類似翻用品房呢一度嘅話咧，佢嘅花園就好細噶啦。雖然話係單邊位，但係呈現翻一個三角形嘅一個花園。佢花園咧係從呢一個綠植開始計嘅，到其時都係要砌牆。類似翻隔離嘅單位已經喺度裝修緊，就直接係咁樣砌起身嘅。呢一度咧就睇大家如何去設置翻。當然我哋亦都係有專業嘅裝修公司、裝修團隊可以為大家帶嚟呢一個免費讀尺嘅服務啦、讀完尺啦，亦都可以設計翻我哋嘅一個裝修方案。現場咧亦都係有材料可以俾到大家睇嘅，亦都係有施工嘅工地可以帶大家上去睇翻我哋師傅嘅一個施工手藝啦，包括佢裝修出嚟嘅一個方案又係點樣嘅。OK， 其實呢個單位最主要咧，我認為可能會帶大家嚟睇翻一個地牢，因為地牢佢嘅一個裝修完嘅效果係完完全全唔同嘅。OK， 現場有人喺度睇樓，我哋就唔阻住人哋睇樓。落到嚟咧就係我哋地下室嘅空間。整體上其實大家睇到亦都係比較簡單，就做咗翻我哋一啲油漆上去啫。原先呢啲柱位呢啲係唔可以打嘅，最多咧後期做翻我哋一啲收納櫃包住佢咁樣。呢一度咧正先可以轉個鏡頭，呢一度咧就係會留翻我哋一個天井嘅位置。天井嘅位置咧就係保留咗我哋嘅採光我哋嘅採光咁樣會更加之正。整處空間啦，你喺呢度做翻我哋嘅 KTV 其實係整個空間係十分之唔錯。因為內地人咧對於一啲豪宅類似翻別墅啦、大平層啦，佢哋好中意喺自己屋企設置翻一套音箱，因為咁樣會更加之方便招呼翻我哋嘅親戚朋友。當然啦，如果你哋係想嚟比較清幽嘅環境度假咧，地下室嘅空間我哋平時又可以放幾張台凳咁樣啦，喺呢度捉下棋、休閒一下，亦都係唔錯嘅。因為整體上個環境係比較清幽，呢一度咧可以講係速則繁華，入則寧靜。當然我所指嘅速則繁華咧係有翻我哋嘅酒樓，有翻我哋嘅街市，日常嘅一個購物嘅一個地方，類似翻我哋嘅超市、商場、酒店咁樣嘅。但係如果你話類似翻去到我哋主城區咁繁華，一出街就係我哋非常之泰山好靚嘅呢一種商場咧，神灣呢度係比擬唔到嘅嚇。因為呢一個地方咧，亦都係屬於翻喺中山市入邊嘅一個鎮區，就唔係市中心嘅一個位置。但係佢呢一度咧係更加之近翻我哋港珠澳大橋，只需要30分鐘嘅車程，你就可以翻去到我哋嘅一個港珠澳大橋口岸噶啦。同時咧，亦都係有巴士可以直接翻去到深圳嘅口岸，同埋我哋嘅一個港珠澳大橋口岸，亦都係有巴士可以轉翻去港北口岸嘅。OK， 我哋睇完咗一樓同埋地牢，我哋依家轉個鏡頭再睇翻我哋2樓休息區嘅一個交樓標準又係點樣嘅。OK， 我哋轉過嚟睇翻呢一度。呢一處空間嘅話咧，其實就係我哋頭先喺毛坯清水樓上去嚟，呢一處空間係空嘅，只不過佢裝修呢度咧就切咗一個牆，做翻2樓呢度多一處嘅套間，入邊係做到一個衛生間嘅。當然你就會篩咗門口呢條走廊位係冇任何嘅意義，係咪？呢度係篩咗個走廊位。OK， 頭先有人喺度睇樓，已經係去睇咗上邊嘅一個上列嘅產品啦。呢一度行上去就係噶啦。呢一度咧後期都可以打咗去。
砌翻我哋嘅牆體啊！咁啊呢一個空間佢就相當於係2間房打通，佢做成一間超豪華嘅大房咁樣啦。咁啊呢一個空間就可以做梳妝台、做衣帽間、做我哋嘅書房。出邊計咗個露台，咁啊入到嚟咧就正式係我哋主人房嘅休息區啦。咁啊呢一度咧就放咗我哋嘅一個5尺床啊。但係咧我又覺得奇怪，佢咁樣嘅裝修，呢埲牆都可以打㗎。如果呢埲牆打咗之後，咪更加之闊係嘛？所以其實呢啲設計嘅手法，呢啲設計嘅理念咧，其實就內地同埋香港、澳門確實係相差好多嘅。咁我建議咧，220萬你上車係嘛？今日我哋獨家回贈5萬蚊俾到你啦。咁啊，當然可以嚟到現場睇完樓之後，你中意睇邊一套單位，我哋都可以帶你去實體樓去睇翻。咁啊，現場我哋直接係對接開發商，爭取到最實際、最優惠嘅一個價錢而去成交翻。咁啊，成交之後啦，我哋亦都係有獨家嘅回贈現金俾到大家。所以建議大家中意呢一啲單位嘅，可以添加我哋上方嘅 QR Code 同我哋取得一個聯繫。現時仲有7座嘅商務車專車去到香港接你過去呢度實地睇樓，全程係免費嘅。OK， 咁啊現場咧樓上有個單位喺度裝修緊，係十分之嘈啊嚇。所以阿 Mark 咧亦都係會更加建議，其實大家可以購入翻毛坯嘅一個產品然之後咧我哋嘅一個裝修公司、裝修團隊可以免費為大家獨尺出翻我哋嘅一個設計方案，為翻我哋嘅業主做更好嘅設計。因為相對嚟講呢啲裝修，如果係我嘅話，我都覺得麻麻地嘅俾佢嘅一個評分10分嘅話咧，最高都係評到6分。OK， 咁啊，今一期嘅節目內容咧，大致上都係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疑惑唔明白嘅，可以喺下方嘅評論區留言翻，或者係 WhatsApp 翻上邊嘅我哋嘅呢一個電話 number 取得一個聯繫。7座嘅商務車專車接你過嚟呢度實地睇樓，全程係免費嘅，唔收任何一分睇樓嘅費用。OK， 咁我哋咧今一期嘅節目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如果大家仲未訂翻我哋 channel， 記得要訂閱翻我哋嘅 channel。咁啊，下一期嘅精彩影片咧，大家先絕對唔會錯過。我係阿 Mark，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